因为这行政院无法度接受立法院进前三读通过，搁再修改这财违法。今仔日行政院就推出行政院版本的财违法修正草案。行政院长杜英台就表示，这行政院版本是上有共识，也是上合理的版本。也强调，目前立法院通过版本若准硬要做，就会发生财政的水崩线。这次行政院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，是目前看来可以取得最大共识的一个版本。如果让新修正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据以执行的话，那是一场财政的土石流。行政院长杜英台亲像回线宣布，行政院办的财违法修正草案，呼吁朝野共同支持。因为进前伫南北党团人数优势，立法院三读通过再修版的财违法。杜英台指出，这版有负债达到5600亿，无解决公职错误，也有顶下水平分配不合理的问题，话立法院卖硬要做。改善的过去重北轻南、城乡差距非常大落差的这样的问题，我们适度的检讨中央地方所负担的权责。行政院办财违法草案内容，中央对地方补助包含统筹分配税款、一般性补助、计划性补助三项拢总未比今年较少，而且互地方的经费一定达到1.2兆。对比去年修正的财违法，要求中央另外加拨4000多亿的统筹税款，也甲再修版明定一般性补助袂使比前一年较少，计划性补助袂使比过去10年共财力关系平均较少，希望达到钱权分配更合理，城乡分配更加公平。经过我们的测算，16个县市的成长是25%，直辖市6都的成长是15%。不过，面对行政院的发声，地方首长也是伫咧观察。可能还是需要中央提供具体的数字，我们才能够有后续讨论的基础。这份财划法还必须送到这个立法院里面去，很殷切的希望中央跟地方两院以民为念，协商成功。我希望行政院跟立法院应该要坐下来好好谈，取得一个共识，也能够参考我们地方所提出来比较实质的这些意见。但是再修版的财违法10月已经送到总统府甲行政院，行政院依法爱伫10天内决定是不是复议。杜英台无正面回应采取倒一种救济手段，敢若强调行政院办有上大共识，那是立法院继续阻碍，而且执政党团好化争取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